我以下講嘅真人真事就係發生喺1999年。當時我同我太太報團啦，就去日本旅行。其中一個行程呢，就係去一晚酒店之後呢，第二日就會去迪士尼啦。當我哋入住酒店，一切都覺得平靜冇嘢。但係當夜晚我同太太瞓覺嘅時候，突然之間我聽到廁所嘅水喉聲。咁我就問我太太：你係咪唔記得閂水喉啊？我太太就話：唔係啊，冇啊，有閂到啊。咁於是我就入去廁所，二話不說就將個水喉閂咗啦。奇怪嘅事就開始嚟啦。我當晚突然之間發燒、肚屙，直至到第二朝落到大堂集合嘅時候，個導遊竟然突然之間問我：你間房尋晚冇事啊嘛？嗰一下我都冇為意，因為我已經病到好唔舒服。到第二日去到迪士尼，我仍然係發燒、屙、嘔。當去完迪士尼之後，返到另一間酒店嘅時候，瞓返一晚，我就完全冇事。而家回想返，我就會諗，點解個導遊會問我間房有冇事嘅？我係一個警務人員，以下我講嘅嘢係發生喺大約20年前。當日係農曆7月14，我嘅更份係中間。我去到紅磡大酒店附近巡邏。當我喺地下巡邏行緊巡邏期間，經過一棟舊樓，我突然之間聽到棟舊樓嗰度有啲腳步聲，卜卜卜卜卜卜行緊落嚟。當我一望返上去嘅時候，我就聽到卜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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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返上樓梯嘅聲音。於是我好快咁樣衝上去睇下發生咩事。當我跑到3樓嘅時候，我發現冇晒聲音。當我周圍望嘅時候，我發現棟樓原來一個人都冇。於是我立即落返地下，當冇事發生。爸爸嗰個講酒店嘅事咯，係啊，咁當時以我哋所知，我喺屋企去泰國嘅時候都遇到一啲靈異嘅經歷，係啊，請我媽媽分享一下，唔該。有一次我哋去呢個嘅曼谷旅行呢，我記得咁我哋一攞房嘅時候入去呢，當然要檢查下入邊嗰啲嘢正唔正常啦。已經發現，咦，點解突然間有眼床頭燈已經熄咗冇聲呢？着嘅着唔到，咁冇為意啦。咁諗住就落大堂叫啲職員上嚟幫我哋換燈之際，跟住到我哋玩完翻嚟呢，再入房之前呢，我哋一開門嘅時候發現，竟然點解電視機會開咗嘅？咁但係我哋諗下，當其時冇理由啊。其實我哋出門口之前已熄咗，同埋我哋出去之前，我哋一定係攞嗰時嗰張酒店嗰張房卡一拎起咗，其實應該會斷電噶嘛。咁點解個電視機會着咗嘅呢？仲要好大聲嘅呢？咁大家諗下，究竟係咩事啦？咁當時真係我啊，或者我哋兩位小朋友係有咩反應嘅咧？對呢啲嘢，定係其實哇，你哋冇熄電視啊？跟住我同爸爸話。係啊，我哋冇識㗎，就係咁樣。OK，唔該，謝謝。